后来在地新闻继续来到森林的倒落，这个当地文旦今年因为天气较热，提早来收成，真幸运哦，闪过这届的风台。 农民爬起爬倒，从树顶一粒搁一粒的笨蛋挽落来，脚手是真美了。一般倒落地区的笨蛋采收记录是伫咧白露进前，不过今年因为气候较热，互笨蛋活了较紧，所以即马嘛拄好是晚的时机点。即马晚是拄好时间，还可以当劈过风台。对，还可以当劈过风台。因真侪年来，农民一直咧改善种植技术，佮加上今年气候真适合种植油啊，所以倒来笨蛋除了甜蜜蜜、产量稳定，都含品质嘛真好。 风台卖200吼，湿度无够，你挽起来、藏起来藏真久啦，所以大家嘛拢选择较熟成的这样来采收。倒来饲笨蛋种植面积超190公顷，产量达到4600吨。因为这几年农民种植笨蛋的技术哪进步，倒来笨蛋即马伫咧国内嘛真有名，欢迎民众为即马开始地当来注文。 Hello， 我是郑慧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